家好，我係萬姐姐。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屁啊，冇錯係屁，B 勃。我哋今日講你個 B 勃。有報道話，女人放屁臭過麻甩佬嘅屁。唔單止係咁，女人嘅屁仲帶俾你健康啊！呢一單嘢係有科學根據嘅。問你怕未？紐約郵報就話有個腸胃科專家就叫做萊維特博士，人稱放屁之王。就早喺1998年就已經進行緊呢一項研究啊！佢請咗16個身體健康嘅成年人，俾一啲斑豆啊、瀉藥啊嗰啲咁嘅嘢佢哋食，而且仲用一啲好特別嘅方法收集佢哋嘅 B 勃樣本，再用科學方法分析氣體嘅成分。研究人員就請嚟2位評審，即係傳說中嘅聞屁郎啦，就對每一個 B 勃嘅氣味進行0至8分嘅評核，8分係代表極度難聞嘅氣味，但係呢2個評委係完全唔知道自己聞緊嘅係人類嘅 B 勃啊！真係大整蠱，做咗聞屁郎都唔知。咁喺呢度就話發現到女人 B 勃裏邊嘅硫化氫濃度係比較高嘅，仲帶有臭雞蛋味嘅化合物，呢一啲正正就係臭 B 勃嘅主要來源。就係經過呢一項研究，就研究到女人嘅 B 勃比較濃味，麻甩佬嘅 B 勃就風大。咁2個聞屁郎咧，唔係，對唔住啊，係2位臭味分析員先啱吓。咁佢2個一致裁定，女人嘅 B 勃係比較味大嘅。咁有趣嘅就係佢哋做咗項研究啊，呢一種臭味嘅來源硫化氫，完全唔係一件壞事嚟噶噃。喺2021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院嘅研究人員對基因改造嘅老鼠進行咗實驗，將呢一啲老鼠仔嘅基因改造成模擬人類嘅阿茲海默症，跟住就對呢一啲老鼠仔注射一種叫做 Nagi 嘅硫化氫載體化合物，仲喺12個星期裏邊觀察佢哋嘅記憶運動功能有冇啲咩變化。呢一項研究證實咗，冇注射嗰批老鼠同注射咗嗰一批老鼠嚟比較，注射咗嗰批嗰個認知同埋運動功能都提高咗50%啦。雖然研究結果發現呢一啲硫化氫可以對呢個阿茲海默症有一啲改善嘅症狀，而家都仲係喺研究嘅階段，到今日都仲未有一個結論，呢一件事係可唔可以用喺人類嘅身上？呢一篇報道就係嚟到呢度啦，我覺得好有趣啊，所以分享俾大家。估唔到一個 B 勃嘅物質都可以對認知障礙有一個幫助，嗬？咦？咁得啦，我都擔心老爺噶，老爺喺呢度生活咗幾十年，係咪先啊？呢度又慢啦，搞到阿老爺生活到呆滯滯咁樣，我都擔心佢有呢個症狀啊。咁得啦，咁我耐唔耐整2個俾阿老爺嘆下，醫一醫佢，唔使啲咩再唔再睇啦，直接噴入就係啦。我真係覺得而家啲研究係好得意嘅，好似早排我都睇到一個人類啊，遲啲都可以單性繁殖噶啦，即係唔需要男女，你都可以生 B， 但係其實都唔可以咁講咯。我睇完之後，始終佢得咗都好，都係要放入女人副架撐嗰度嚟到，即係好似陀 B 咁樣咯，都係要擺入女人副架撐嗰裏邊培育嘅。咁所以都係冇咗女人唔得嘅，但係佢可以冇咗卵子咯，因為個研究係話喺個皮膚度刮啲組織出嚟，就等於你粒卵子㗎啦，就放阿麻甩佬嗰啲蟲蟲落去，咁啊將佢好似培育胚胎咁樣咧，但係始終都係要放落去女人副架撐嗰度。咁其實咪又係冇咗女人唔得，係咪先啊？不過可能將來有機械咯，係嘛？有機械子宮，咁啊啲溫度啊，所有各樣嘢都同女人一樣嘅，咁啊放咗落去，咁啊唔需要女人啦，係嘛？即係好似我玩嗰個 game 咁樣，冇女人嘅，嗰個 game 全部都係男人嚟嘅，但係佢有細路仔嘅喎，佢又全部都係男人嚟嘅啫，嗰啲村民全部都男人嚟嘅。真係好奇怪嗬，個世界都唔知想行成點樣啊！所以有時睇到啲趣聞得意咧，我就不如同大家講下趣聞仲好啦，開開心心咁樣係嘛？無端端走去做咗聞屁郎都唔知嘅，俾人邀請去做一啲鑑定咁樣係嘛？你係以為聞一啲唔知咩臭味啫啊，好容易，原來係人類嘅屁嚟，你話死唔死啊？無啦啦做咗聞屁郎，咁好啦，今集就係咁啦，我覺得幾得意，咁啊〜下次再睇到啲有咩有趣嘅，再同大家分享啦。而家就係咁先，拜拜。
資料來源：互聯網。